哎呀哎呀，各位聽眾，我在華人人都真係是聽邊啲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要講嘅話題是身軀膜。身軀膜要介紹我嘅這個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到啲 Google Meet 下邊嘅特別嘉賓是裝咧，諾軒是阿三laksa加加半鹹甜。半夜啲，OK，咱攞人到啲邊會看到咱嘅 split screen，反正咱三人啊，攞人我一人呢，咱攞人嘅時邊嘅地，然後個 clubhouse 入面嘅，有 clubhouse 入面尋晚講嘅是叉米粉，唔知佢有未？叉米粉未見過。講愛困啊，但係都冇困。你若是有無困咧，佢使 chime in。然後 I think 是記子是困啦，我看伊困埋，記子困啦，後頂啊龍困啦，南西I think 個第個，我食掉唔嘅，我冇困咧，我食掉咖喱飯。即係咖喱卜啊！我見咩都聽㗎，我一 episode 本啊，episode 都本聽㗎啊，唔記咩。然後我食咧，我去困咧，我只留啲正常人講啦呢。OK， 然後個有蘑菇困啊未？我看是困啊，蘑菇困啊。然後個有清官老直，歡迎。Hello。然後個有即個真久無來啊誒，你買幾杯399歡迎。Hello， 我來了。真久無來，定住我講香蕉嘅事都無來啊！我講，哎呦，即個399應該講香蕉嘅事特別來講你係告訴啊！我講香蕉無成款香蕉。你買幾杯？OK，接到，有見。你會聽到，你會聽到。買幾杯嚇？OK，我講另外一個我未記錄個，另外一個我未記錄，另外一個是錄緊啊，錄講幾杯。你好笑哦，我未錄到，我特別記錄啦。OK， 當今講會講身軀膜，所以我會學 OK 來咧學。學這個就是成講寫落嚟古無對嚟啊，399身軀嘅膜，我哋這禮拜。So 你嚇你家己啦，本身嚇有膜在邊面，冇咩膜啊？你手膜，薄有膜了，薄膜，膜薄膜加夾膜。哦，夾夾 OK， 夾膜，所以夾膜你有版呢還是會生？版啊！哦 ，sorry 啊，我未接受你接錯嘅啊。我甲你講，我頂過之後，佢都講到夾膜，會使講嘅。頂過之我人去Paris 學嘅話，講我唔要講 Paris 學嘅話，巴黎。嚇！所我人行，是真熱啦。所以嗰啲人冇是青無唱，我依反正3行6行來嘛。行好了，我到了一個，你再講一個路邊真濟迄種fountain 你睇神主嘢嘛，係你主人嚟主嘢反正嘛，你我嘛去神咯，你就就我徛喺外邊啊就，我當時我冇注意就我看啫。係咪一開始一夾啲阿爹有烏嘅大物件嚟揾到，然後我看到好似一撮嘅膜拖出來，冇鐵冇無板，有時下一撮嘅膜拖出來是路邊我有嘅是真大撮嘅那款。隻泡湯是唔是就啲 berries？ France 就啲法國是唔是怪泡湯？是啦。古早啦，巴魯安尼 modern 了嘛？咁了人冇食，你愛清氣，你愛水，我唔知啦。了我看了我梗未接受啦。了我就咁樣小幾隻病啊，都夠啊！你看，錯嘅冇。我講你夠啦，帶我食多錯嘅冇。你講哦。法國嘅查某是安尼，反正我講是啦。你講你無看古早戲咩？哦，古早嘅戲對啦。你講哦，迄種三角片嗬，
阮是有诶喎，养诶查某就是安尼款诶喎，我毋知是养诶 trademark 还是啥物。當佢們興到對啊，我是哦有無影無題嚇，當佢們興到有對啊，影有啦。呢？哦 Yes ，OK，特別你是三角旗，我聽無。三級片就是垃圾戲垃圾戲，Blue Film 垃圾林戲戲， pon 啊，point 嚇。哦，誒特別嗬，我咪每當看，你若是特別，你講你未接受講查某甲條某無甜啦，那伊是那是大波咧，大波你會成個無是搞，啊！我們無，啊你大波樣甲就是無甜誒嘛，特別我們袂熟介，我是戳，個多戳安尼。哦，所以你特別 trim 淡薄啦，你使 trim 啊淡薄無啊，即係清官鬧隻，你未講咩清官鬧隻？無，我是講是看的，我感覺毋是，我毋知美國是安怎啦，但我知是 Asia 是較就是問題嘅，but for the last few years 啦，include 我家己啦，我家己都 because 有提了 ，because is a hygiene 嘅物件 ，because 古邦是你無提是可能I protect。你會地邊嘛？but 你看你有衫有褲，你無剃吼，有臭味呢種物件咋，所以無你我都是剃啊。你成日講你做路啥啦，較抓你有毛了，抓了變做啥流汗酸嘅，你看那是毋是？所以你天氣啊是你話啥感覺就較通風、較伶俐、較好吸濕啊？對啊，較係轉淡薄啦。我頂當阮是無嘅咋，我頂當嗰時我會記，按叫做 manscape 嘛，我唔係 manscape 嘅，我查甫查甫是係咪 scape 呢 ？womanscape， 但是講查甫是 manscape 嘛 ，manscape 就是講條天你會迄個即個底下邊。甲你個啲身軀若是有毛來講，你就 trim 咪啦。所以我頂到時，我是當然我有夾頭毛呢，我都有 trim 啊個啲。我個啲still有毛，唔是講貴貴，because 天無毛嘅嗬，伊就夾帶嘅。所以我是 trim 咪才較底呢。然後身軀本上身軀甲我ขา毛成無面，頂到我ขา毛較白嘅就我嚟美國嘅嗬，我唔知是唔是點清背嘅事啊。我前背嗰啲 area 個了啊，無毛曉。我是唔是前背啊？但係前頭我變做頭一般我毛落個了去啊，無毛啊喎，頂到有毛嘅但係無啊。哦，我前背嘅 area 呢啦，但是無前背嘅 area 頂面起個淡薄毛，所以我 trim 咪咯。我等你摘掉啊，得你有毛。了是了啊，就無人 start 無剃這個啲毛，就冇有幾時。但是你家己愛啊，我人無，阿咪甲一人，班是剃。啊，我毋知啦哈。買數我知是甲就是班誒，你無咪剃誒，因為你剃啊，嗬生出來是尖尖。ingrown。上個。了無伊淺淺嘅，因為你毛，你也是用剃啊，像個你薄薄毛，你是用shave 就是剃嘛對。啊對。是會淺淺嘅，所以你就愛去 wax 掉 ，OK？哦，板呢，尋肩板起來。特別夾毛都用板咯，嚇對。哦。所以像個像你特別都成馬路就一樣嘅 waxing，我唔是干那邊嘅，伊 body waxing 我有做啦，面嘅我有啦，手嘅我有成個樣按摩加個有叫人哪樣嘅毛加濟嘛，唔加粗嘅嘛，所以樣就樣有陣時樣手樣攏去做 waxing 嘅嚇。啊，對，較白，伊唔是粗本嚟較白。我無數。你無是甲毛，身軀毛。白無。我無做甲大波誒，伊 chest 有毛誒。哎呦，你紅咧？你知看你按摩戲啊？嚇，你紅咧？你紅有毛喲？毛啦。你紅有毛喲？伊個身骨頭。無啥一撮你淡薄你 OK 哦，還是你特別叫伊剃本？你叫伊 trim？
淡薄啊 OK 啦，因為你袂 feel 到嘛。你再講迄種按摩啊，你看按摩戲哦，人穿迄種衫，巴頓咧一跪一戳出來嚇，對，係你袂啊？出來，係你我袂接受。哦，我就是要知咯 ，because 有人是turn on 嚟嘛，有冇？對啊，有人是解。然後等我未，毛毛我未。哎呀，毛毛菇拍真個困起啊！我毛毛菇特別計講嘅一個啊。你別人咧，別人對先冇嘅啦。冇啊，南西咧，南西你看對毛，係咪看身軀毛，係咪看法？你手毛？看人啦，是個人是真正嘛做嘅，成日9月16號我去邊個食飯，迄種嘅都 OK。係比迄個人個人嘛是骨骨嘅，我看到個了。嘛做個人嘛是骨骨。就是咯，做咩嚇？大家食人個骨骨啊？Asian 嘛，第3屆嘛，嗰時 Asian 就係呢兩個國家嘅嗰時條嗰啲嗰時鄧人冇毛。係咯，幾年淡薄食個多邊咧，你就知咯。我多邊特別好。我睇看人啦，唔是大人啦，看人。特別你講人嘅人，我知就住隻字毛。阿龍字毛啊？阿龍生我冇咩？阿龍就字毛，哦，嗰住住啊，係你300black 針係嘛？嗰隻大波會發超嘅咧，嗰隻有毛。有超嘅嚇，對。有超嘅。特別我毛不有啊，特別酸酸咯。字毛咩？300black 針係呀。是300 black 針。是300 black 針咯嚇。有咩細了嗎？係咧。有咩細了嗎？我會記伊寫隻卡毛是。我唔記啊！叮當我卡毛冇隻隻啊，但係講嚟邊個啊？情報有啊，係情報 area 貴你冇毛嘢。我卡我超結啲個了冇毛誒。哦，你冇毛誒，你。我是冇毛，我卡冇毛誒。我結啲冇毛本誒。我卡特。我結啲冇毛本誒。有冇毛嘅都我卡是。你將嘅時有幾條啦，我就被bắt啦。落條嘅。我會啦，30幾歲我都結啲個了冇毛啦。當今我卡，我當琴我看我卡啦。冇毛誒。我想你明成日講佢班嗰隻毛係咪物件啦？你係直到人講嘅超有毛嘅了啊，我冇毛誒。南西？卡了冇毛誒。我卡超本冇毛誒。嗰隻有啦，特別卡超冇毛。因為我靠 enzima 嘅數嘛。我睇先靠，你靠 enzima 病冇冇毛嘅細路出嚟。哦，แล้ว你卡啊不啊南西你嗰啲毛是用即係 tweezer 板嘅呢，還是 wax 係什麼？還是你只好生攞錯？用呢種雜波呢種去貼到填嘅咯。哦，所以你貼用雜波去貼到嘅嘛？我梗驚啦！我睇到雜波貼到，我梗聽刮掉。冇聽咩？你貼啊！你未成個淺啊，即係啊。冇啊，冇聽啊。冇淺嘅先錯。因為錯了你嗰啲，我就是唔敢貼我嘅嗰啲我 trim 呢。冇，因為真少嘛，所以本冇咩關係咯。貼本冇垃圾錯，因為真少。冇講就係。是講少未錯。我就少。是講你貼啊，自我節啊，就錯而家同時嚟一個聲嘛，一聲就地啊，所以是嚟淺嘅咧。所以你咪是特別，你那是買貼啊聲出，特別我袂我啦啥，我那是貼我特隻夾帶嘅，我不 try 佢一道呀。四條係冇？我不 try 佢一道，我頂到做咧。喂，所以攞嗰個冇貼我，本是淡薄呢，少。哦，所以你冇講隻字毛啦。攞嗰個冇貼本淡薄呢，咁等淡薄呢，冇講是冇啲邊講冇嘅。未使講嚟啊喎，未使講你毛，辛苦毛。哦，條毛。你貼你嘅嗰隻毛，還是生，還是可以生？我用 applicator 嘅。applicator 係咩啊？哦，好了。係咪？machine 版。係 laser 哦。一 Q 出來，是 laser 出來，Q 出來。我愛看，我叫佢錄看。我你都冇毛，你叫嚟扮咩毛？你都冇扮啲薄薄啊？我冇毛，我用下你啊！我想冇成毛咯。
哦 ，maybe 咩都冇毛咧，你咪用。你用 no。actually 用 epilator 嗬，你用菇咧嚇，嗬，伊係冇你毛去。冇毛咧，哦，because 伊 kill 伊 follicle 㗎啦。是幫毛嚟，伊是幫毛，特別 in a mass production 嘅幫毛。哦，誒好啊，你講下啲。one time 裏邊好。你係聽班嘅是？毛人咧，你係先是我古早時我卡我有 shave 過，卡細漢時未曉嘛，老伯會剃鬚嘅你多啊，我看你剃嘛，所以我入來 try 看我卡咯，所以我卡有毛咯，所以我用我卡 at first 我是 try 卡先 ，then 我加try 個掉伊咯 ，try 2刀3刀過咧，關事啊，講真聽啦，你 get used to 伊嚇。Sorry，我阿莫包嘅話黑格起啊，because 我成日冇用我強住嘅。用嘅你，我聽過有人講，你若是直接用 epilator，你後過伊面嘅 EPILA。你 just type EPILATOR。哦 ，brown epilator。Silk appeal 9 flax。Actually，我用嘅你咯，我 I think 我唔知用6個月還是蝦米。And 佢就我是攞嚟結啲嘅嘛 ，because 我卡咗佢冇毛。冇一嚟結啲。攞嚟結啲。你攞嚟結啲，我冇住嚟結啲。And then like it's I think that's like 攞掉呢？會掉你看你啊？怎麼掉佢水掉 ？Because 我知我是用 tweezer，然後我會算嘅嘛，用 tweezer 時，你時我都是嚇掉，然後我都是聽人講，你用 epilator， 你用了啊，伊會煮來煮少，有年我用在6月節8月節，所以冇毛去。我明白。哦，哇！呀，有年係你用 epilator。invest 個賺唔多。invest 個賺唔多，你老咧冇毛嘢啊，一邊冇毛嘢，所以你明白咧。哦。有年誒，大部分時咧咩是跟阿查某呢？伊荷爾蒙有傾差。我小冇咪明白 enjoy 伊版伊毛，伊。伊是夾嘅，伊轉嘅，伊轉內邊，哦，我看到介紹影啊，伊轉嘅，然後伊面對伊是鐵內邊，伊面對咧夾，伊咧就讓你咁砰，伊when伊轉時咧，伊喺裏面鐵夾路咧，伊就轉過去，成個一個鏈咁翹過來啊。所以咁樣，伊成個你加炒麵嘅，特別唔是加下一段，伊個都扳出來。你頭用嘅時聽，你用幾刀了，你就關事啊，就冇咩聽了。Really， 我感覺是真正好嘅物件嚟，這是真好嘅物件。你若是會使扳嚟講，你若是講你已經嘅 tweezer 扳了，你咪是即係咪是實較快呢咯？個你扳實到你扳就係。OK。你捌看過有嚟查某啊？我未有甲掉。毛伊結啲係配上加嚟雞配啊，可能一粒。係你就是伊人有陣時用 tweezer 扳啊，扳久了所變人會，你用 epilator 一倍。哦。我都是看到人成。但所以我講，了人甲我講，你若是用 epilator， 你袂變雞配，等我去買 epilator。哦。對。I see. Okay, epilator. 大波會使用唔了。I mean physically 都冇 difference 嘛。我想講唔知毛係較粗係咪？冇，我阿袂買是啊。我問我朋友咗 ，because 我朋友伊是開 spa，伊甲我講，伊講你用 epilator right，伊是 gentle pulling，有人用 tweezer 有陣時人玩唔好事啊。That's why 你會變雞配。伊講 epilator 啊，and 你若是用 epilator， 你袂使等到成一撮。若是講你是一撮，你咪加開啲，伊把你較下。And then 伊講，你 epilator is a gentle way of tweezing。所以伊袂傷到你嘅。了我講，伊 advertise 講你用久了啊，你毛會較少，是有影無影？伊講有影。伊講 because 你若是講你直直扳曉，你會迄個啊怎講啊？迄個頭啊變生，你毛迄個毛卡嚇，
伊會迄個會死去，伊死了 ，that's why 伊袂 regrowth。我甲我解釋。誒，我會記我有 ，because 我是係咪我身軀嘅毛上面，我係 just 有淡薄幾若條呢。特別我會記我有時到底我係咧，你知有咧啥老人，你看到底領頭邊啊面生毛呢，幾若條，我知哦，淡薄。你咁樣咪搞嚟看？我廿三六三，我看伊要舉出要I don't think 查某有領頭毛，特別即個無毛啊不，即個青軍老隻。我是無啦。特別你捌看過人身軀有毛嘅人？我領頭毛喎。有啊，領頭一定有，領頭一定有。領頭毛，佢唔是講，伊唔是講雜雜濟濟，哈哈哈，有啊。然後我無暑假，我無暑假呢，咩事？嚇，一叫毛係啊？有生毛出嚟，這叫伊哦。佢長毛了誒。我是領頭嗰邊邊有毛毛咯。然後伊毛係啊，我講聽做咩事我無暑假，因為我就無講。我就只少講就頭三面，所以我唔是講 aesthetically 無暑假。我係伊就是我穿 T-shirt 嘅時啊，伊會 Q 到我 T-shirt 會 Q 到我嘅毛啊嚇，然後我只 sensitive 只聽下揾到我毛呢，所以我係紅嘅，條門是夾只伊心肝頭門只隻毛嘅，伊冇是真嘅，because 伊 T-shirt 係成 Q。yes 對，伊 T-shirt 會薄聲會。補到我嘅領頭嘅毛咋，所以我補到我領頭毛我度聽，所以我咁慢啊，我看到後邊是得落有時，我度夾對咗個硬硬，我唔講就係謝啦，所以我咪是頭先嘅，我拉薩成日有較少基本啊，我拉薩上個頂到啊，你成日去做 waxing 啊 ，waxing 箍嚟了，因為做嚟做扮聲，做嚟做招嘅。我做 waxing。卡毛嗰點啊？waxing 都特別做久做一道咧。I think 伊人講啦是打行個6禮拜咯，特別你個去 wax 是你去 salon 去 spa 做，嚇去下你成個人做指甲啦，你禮拜啊，安尼 spa 咯。OK。伊做做嚟做招啦，往時我問題啦，我係卡毛啊。所以你若是實講，你未去到 SPA 時，你都會使看到燈仔，你冇去過，你就使家己剃者啊。你特別要咩做 wax 時，要唔是特別 at least certain length 應該會使綁掉咩？伊袂使上吊，對。你就可以等南部啊，應該涼嘛。你這邊就等咯。Like maybe half around 1 cm 啊。1 2 cm。冇1 2小燈。1 2 cm 是一寸咧。1 at most 啊，冇咪是一寸，1 cm 是半寸啊。冇夠一寸啊。less than 半寸啊。3/4 inch 啊。then 我會打波，啷個就是打波嘅這邊。1/3 of an inch 啊。即個青軍腦脊，你嘅身軀咧？你身軀得了有毛？本體我ขา毛是真長嘅，我感覺人嚟鬧啊，外國背後啊，我毛成甩個咧。對啊，我咪是想。嘛，你是唔是青背數？毛是唔是阿古邦？感覺是啦，即係我看青藤褲啊、青背啊，我係ขา毛啊，你就細ขา毛啊，本體真流住啊，你就我講流住啊，咁嘛，如果更嘅咯。我有影我老師甲你講哈，我等陣看我 video 先，我走慣，我係卡哈，哎呦，跟住 try 過，我未記係你領下，變領我未記，等我，我未 switch 過咩？看到 Clubhouse，當然我就看到 Clubhouse，冇你看 YouTube 啊，還是 Frozen 而家，maybe Frozen。OK， 等陣我去夾你片另一兩個到啲 YouTube 去看 ，share body body hair。OK， แล้ว我 edit link
OK，我评论一下，我要去看我的卡，等我看看啷会看到啊。A 吗？我是 YouTube，但我你到 YouTube 看，你到 Clubhouse，你到 Google Meet 都会看到。所以我的卡嚇，叮當嘅時候，企起來，等我摸，我真係走過嚟講我死等人啦。摸啊！我個唔摸啊，你知咧？走過。我係卡嚇。摸面摸誒，係 dolphin 嚟咧。安人嘅，喲，那是我走過嚟講，這 episode 就 cancel 去啊，咁講啊。所以你看到啊？這邊佢會 focus，真嘅，未看到。冇看啊，看時無摸咧，你真係直接講。啊嘛普基，阿 John 是唔是？阿 John 是唔是 patchy 摸 patchy 摸？嗱，這邊咯，特別係冇咩看到啊，冇咩看到。特別我有摸這邊，叮當嘅時我係摸哈，是落到去我嘅這邊冇摸嘅咋，即是我嘅卡啦，ankle 那邊啊。特別當今後我前背，你知我叮當 winter 是前背是去嚟這邊嘅嘛？這邊就係去一啲嗰啲冇摸嗰啲嘢。我前背嘅 area 覺得無毛，我是感覺到是呢。Winter 嘅時我人前，我到厝時我前 almost 點前條背咋。Winter 嘅時啊，我夾領嘛。So 我嘛是。是哦，嚇！I think 啊，咱有前背嘅 area 啊，伊個背啊，唔知是伊個拖啲毛產品唔知啦，變咗無毛球啊！而家即係無毛嗰條球啊，嚇！伊是擼，伊而家擼緊了去。對，我啦，真係是講擼經驗㗎，我係想象，但係是對啊。我是諾基卡，我成日我是想翻。我把擼嘅卡冇冇，擼拎件嘅時，你情樣酷啊，嗰無上我感覺。擼情樣成你行拎擼情嘅時候成真硬嘅樣。哈，你成日 Long John 安尼聽到啲。但面 thermal 嚟，安到位係。對啊，我就感覺到something 嚟，可能。我感覺到可以崩了去啊。而且我冇時感覺到事情係你啊，可以推磨嗰得出嚟嘅去啊。阿毛包特特啲情會依卡係摸到，我是。哦，是咩？特別隻毛啦，依卡隻毛。哈。有可能因為呢隻睫毛咧，所以是我冇講隻睫毛咧是即手冇起，因為我轉是骨冇摸起咋。較關啲 between 為你甲我你在前背嘅height嚇 ，between 為你嘅前背嘅height下邊有淡薄 one small patch。幾條呢？我感覺。我們是無關隻隻啊。我看到對我幾條呢？拉了哦。特別我係巴下邊個有個，我係巴下。我去看到我係巴下有到淡薄毛，特別 actually 好遠，但係 camera 冇咩 capture 到。係咪？兩毛咪，所以兩個 man number。兩毛係咩？哦，兩啊！你想夾佢睫毛嚇？兩個毛夾個睫毛。等陣，住人感覺到有毛啊 comment。有人成，特別有人成成就是，我覺得是 at least 打波愛淡薄毛啦，唔係太複雜。打落去咧，你俾打波打落去有毛。係卡毛 at least 有毛，個啲毛打波有流好啊咧，唔係太唔係一撮成個整個嘅嚟講啦。對，trim 那冇，較低那冇，較翹。卡毛愛有卡毛就都愛有卡毛，個嚟是什麼好啦？頭卡比查某較骨啊！我卡，你但我看到我卡有影成比查某較骨啊！我看到是啦，阿兩萬你冇。唔係，我卡就水，等陣，哎呀死！我差不多你嗰度走鬼。哎呀，我唔係。骨啊，夾夾骨。骨。你在第三年阿 John， 你卡第三。是啊，第三年，成超嘅。I think 我卡邊你卡個背個。你講乜嘢啦？我梗好笑啦！我是查某，我卡邊你個背個。講你看起來啦，我係怎解看你看到我係卡？你係卡成個人嘅手嘅呢，細時候嘅啊！係講你邊個？嗱，你邊位手嗱？嗰度。
你阿明講我卡邊話落你話多啲。等陣我企起來先，等我企起來人講，我那是照顧我而家講。好啦，阿John卡食乜水？哈對。特別新喎，細細機喎。啊，新。我就要企到啲講，哎呀，我未看到。你是唔是青蛙啊？我青蛙，我計驚我走鬼呢。走鬼就是咯。你青蛙，但是你青地殼，你咪未走鬼咯。是無我青蛙，就是為咗買青地殼，我夠Malaysian style。對。我冇青地殼。我summer嘅時你叫我青地殼，我就放工對嚟，我頭前對嚟就是入厝換換青蛙了。你就 work from home 時就笑。嚇，是而且。我嚟就幫是搞係掉。OK，咱咪講到啲我係琴日啦。OK，百位啊，即百位毛個，嚟你講啊，係無毛啊，無毛，是無毛啊，老姐是青菇老姐。所以如果你卡無咩毛嘅，特別你身軀咧，身軀百位有毛，我身軀百多邊有毛嘅，百多嘅。無啊，白佬有幫我規身軀真少毛是卡較濟。哦。你頂到咧？你講身軀頂到嘅時呢？個少年時，個細漢時。我少年時都是真骨嘅。哦，你自落來無毛了啦。身軀自落來本無毛，領頭本無毛。對。哦。無。個碟咧？個碟有咯，就是個碟。所以個碟你有 trim 咯？個碟你點解無去啊？冇啦，嗰啲話攞招起啊，唔使家己甩起啊。哦，我嗰啲 trim， 我嗰啲是我夾頭毛嘅時我 trim 啊，話攞薄乜流咗啦。啊，即係你插幾條咧？等你夾頭毛嘅機有教你按夾頭毛啊無？很 gross 啊！香港司啊，咪見。要想咧，哎呦毛，你毛嘅咧不是想嘅，但係嗰個就半嘅咩？你只是我教嘅個碟毛嘅數。sorry 啊，成日講嚇，其實講我其實去vacation 時候，我叫你 shave 我個碟毛咧，嗬，你 shave 我按部嘅嚟 shave 你。呢邊啊。我最驚是蝦米咗？有人甲我講啦，人查某啊老咧時啊有臭臭，我真驚有臭臭。我冇看到有啊，你 epilator 有時候你啥，一下你班你老人嘅臭臭嘅。啊對，是你冇包我黑格。特別是散散嘅，伊無像伊些像隻 pencil 嘅那款嘢。哦，所以就比貴。我有臭臭。伊人講 especially 查某，你過了 menopause 有開始有臭臭嘅，我真正驚。咪板定啦，別講只字嘛。誒了插幾條呢？插幾條毛，但我看插幾條實是有毛嘅，我看伊款。喂，伊無講真濟啦，但係伊卡毛較濟，伊卡毛 QQ 嘅個，伊卡毛是。哦 ，green thing。green。身軀是無蝦米啦。身軀無啦。伊零頭有幾若條款咯。你有版咯。身軀無，但係零頭有幾若條款。我來一隻根本是一路幾若條款啊，成3、4、5條、6條款啊，真少啊，款幾若條款。頂到我有較濟，我版去是因為我一隻跳啊時我聽我版去。我頭是唔知㗎，我想我係咪屬我 muscle， 成個嗰陣時成個 nerve 呢，你感覺到成個你筋啊，啥物物件，你原來是 Q 到我係零頭嘅毛，伊唔知 rub 到，伊唔是講去 Q 到伊咋，伊唔知 sometimes 是壓你毛嘅 direction 後，唔知佢步上 direction 咧後，伊變咗成聽去咋。你話慢慢咧無毛都無聽，你同樣關係你看到我曬曬淡薄就板，曬曬淡薄就板咧，同埋就較少去咯。夾隻咧？個隻仲個隻毛，插幾條嘅頭毛嗬，一講先。嚇，插幾條頭毛咗？插幾條嘅頭毛嗬，你當見度假打。哦，你毛咧係你搭波嘅 boarding 嘅 pattern 啊。But that's natural, right？咁了搭波嘛是安尼款，你對唔對？伊嘅嗬，唔是，但我換小英互人看。哎呦，講個仔個 demo 玩看。
伊录得真正正啦，真个哩诶。你伊无插无，还是伊有啥介意哦？伊无插，无 actually 伊毋是插无插，伊是伊爱无答个了，伊会伊爱互伊无答个了，伊无应该伊无暑假生头毛。哦，伊是较伊无方便面个，顶头毛。所以拉萨较方便个，只头无伊毛。爱会话咧，伊爱一头互伊无答加骨骨起来。我个袂哦，我头个无水哦，我会记我顶日我头哦，拍子哦呀，对，我冇看到。等下我看，哦，所以哦，有 design 啊，你看呢？真无算。啊？有啥 design 啊？你看嘛？有去看 logo 喏。伊有去伊有去看玫瑰 doctor just 讲伊毋是虾米啦 ，just 伊叫伊去看看迄种虾米啊？迄种做 hair implant 来虾米啊？对伊咧 is not is not life threatening， 伊就莫管伊咯。所以无插啦，你上加 Appalachia 咯就，伊上加 Appalachia。哦。呀，特別唔是啦，老公看。係咪啦？conclusion 是 not life threatening， 伊就莫管伊咯。特別這是 normal 嘅。可能波 patch 是因為你 stress 嘅時啊，伊個出現嘅咋。然後你無 stress 之後，伊個就寫到多。因為我本有。我本有啊，就是。我都是正嘅時候，我攞過一整。佢錯成坑氣啊！對啊。嚇條話。我除掉小，我諗看掉。因為摸是為生命嚟。我嘛是啊。我摸生就一萬。特別好，特別。我同樣看到，我就接觸無摸。但我 try 看，我 try 看，我會換看。聽到 ，because 我直直翕相影都就，因為我想講，因為我家己加頭毛嘛，所以我想講我加頭毛時加到 accidentally 伊迄個trim 小trim 對，我想伊 trim 小姐一變做 trim 一坑去，我唔知，所以迄個是兩個月，唔是兩個月，我是差唔多兩個月較加整時掉一刀啦。然後我就是想講，這個是蝦米咧？安怎我無打一打動？你講嘅 stress 啊 ，maybe 是我你看下。我 try 看。是 stress 啊，因為我一直我只 happen 到了，伊 under me 啦，看袂到啦。我嗰時我無注意到啦，我是去做頭毛店嘅時候，然後伊個人，我是去嘅時去個人誒什麼，伊就我講後尾梳理頭毛這邊一頭正個坑了，睇翻射出來了。然後我對下處是 hand 嘅時候，我叫我。就唔是我紅，我記翕相話，有陣時成一打咪反。那你當然 BDR 看 ，BDR 看我小英，你看到伊一坑差唔多啊個200錢呢。伊摸響，伊唔是想講我加底起啊，伊底起摸，伊是骨起幾大，骨起無摸起嘅。嚇，了。幾大骨了，我講是啊，無毛咧，我講唔知是唔是唔知有病，什麼皮膚病啦。然後我就講如果阿皮下嘛，嚇對，嚇對。然後我講我等看我嘅個嘅月日我嘅頭毛時，看伊個 still 安尼看無毛，但是講伊若是會生到對。我就是想講，我 accidentally 加掉一成，對於嚟講，我咪是免插腰。嗰陣時 still 有，特別伊想講是有毛慢慢生到對啊。我是想講伊未生毛去了誒，我想撩人啦。然後我們接受啦，冇插我毛，伊是後頭啲後尾我家己未看到，所以伊是當actually我 maybe 當叫我變過來，我冇看到。我就是我變過來，我看到，到啲。我這邊 left side 這，攞快啲哦。冇啊。這邊我攞快啲，差唔多軟正 focus 啊，正冇啊，成日都東嘢啦，maybe。哦，慢隻。
อีเต้haเป็นตำปะจริงเหรอโลกันโลตำปะกันhaเป็น正哈เดี๋ยว有看到所以我感覺到伊成日有聲都啫。伊成日我幫伊時，我有幫到伊個毛，伊成個滴毛生出來都對。所以我是maybe 是生都對啦，我當然幫到成，因為我幫到伊成日有潛嘅呢。但是伊個生都對，他並是有生都對，你就買關嘅。OK。因為伊是 stretch ball patch 嚟。到時我無想到講 stress 乜嘢呢喎。嚇。แล้ว過後我去另外一個我朋友伊是開 salon 嘅啦，แล้วยังนอหลัง嘅事，แล้ว我去中間毛，我講你看我頭毛，安尼看你啊，我講唔知是有病啊，啥物啊就，你講，哎喲，這是伊講這是你 stress 有誒，因為我迄個朋友吼，伊很 stress 啊，因為伊是打波嘛，成個愈好，伊後尾會有打，伊 stress 嘅時毋是一打爾，伊出頭嘅時是兩三打呢，可能成個人就太過啊，反正所以講，伊 stress 嘅時就會走出來嘅。OK， 好就係個人講，你我就是奇怪講。人問我講，你是有講到啊，還是成日 injure 到講到係咪事？特別我都冇講到我嘅頭啊，我會記我講到一單嘅事是 after 我 discover 我有一單了嘅時候，แล้ว我哋經隻 furniture for 我隻 shoot 嘅時，我特別坐落來，但是我頭硬咧，時我覺到後尾度特別，佢哋是 after 我看到有一坑啊嘛，同是 before， so。原來你講當然 stress 本會做到人看咧，我話明白人哋看咧，因家頭冇人會知，你家頭冇人看人嘅頭謝數。So stress 過了是一對生對啦，生叫，那是講你 stress 過了咧，伊會生對啦，是唔是？伊生對嘅，伊會生對嘅，所以伊是因為都是個人嘅嘛，因為我唔捌掉過，แล้วของ我有一撮冇地去喎，แล้ว都是幫佢一撮。是骨嘅嚇，對，會伊慢慢生嚇，你慢慢解幫到淡薄錯淡薄啊嚇，伊生到對時嚇，莫驚呢出嚟。แล้ว我就驚到要死嘛。你波搭住位，搭住卡。你啲波是搭住位。right side corner，right side 迄種。重要呀，頭毛重要。頭嘅面頂，重要嘅 right side。the right side， 無多中，做個 the right side。所以你成個你白頭毛係咪伊被砍掉啦？你頭毛長嘅你會摘掉。你無白好好呵。伊走出嚟。你無白好好，你看到嘅。你就係用頭整嘅頭毛摘掉呢種個。都是 stretch 即係阿 John 講下你long掉頭啊，我搭一坑嘅是真嘅，揾講嘅，直接講嘅，冇啦，哈你是就講你掉傷過啊，有 scar， 有影哈你就是未生到對來嘅，你是 normal 款講掉嘅話，冇可能頭毛會來嘅啦。你是係你 old wife still 啫。哦，落講嘅啦，冇一隻嘅。我是because 人哋點會，我是冇想到講，我冇想到講 stress 本會做毛，因為成日你講嘅意思，完全是一坑啊個腦波嚟行嘅咧，是冇毛去，骨嘅，你望到伊皮成個骨去，硬咧，嚇，後尾做一頭你骨。嚇，你我是好個仔，佢成日對我都未解決那個字，點解捌到對啊？我驚咯，我驚講唔知被 technology， 唔知被安怎，特別我先無講老OK， 我驚到時我唔知講，我是成日都講，若是無毛，我講哎呀，我唔要緊單，因為我家己未看到嘅事，所以後尾人看到我講唔要緊，迄個是我嘅 data 博嚟。你會查啲 SSD 你到底有邊嘅後尾？我係 MagSafe。tapi baru teknologi ane advance 你就係講你做 implant 嘅嘛tapi 我貴啊講下你 implant 嘅 process 啊是真嘅我感覺是真嘅甜，甲真嘅好，不過因為我係硬嘅歌有去做
話啦，我看你攰你播聲話，我教你按講 ，it's okay，你是無大話嗬，你是落毛話，天無大，我 still 是教你嘅，不要緊，你無毛不要緊。伊家己咧，伊家己呢？伊 implant 是安怎誒？嚇，講話。伊 start 有 M。伊是條咁整落去。無 OK，我甲你講，伊是安怎誒？所以你 L 件是如果I still 有毛，你家己做，你若無毛咧，伊就通過做互你。所以我想講，我按伊個歌咧，伊是頭前下咧 M 嘅尾部咯，但伊個 M 真係大咯，然後中下咧頭頂下咧轉嘅尾部咯，嚇。所以樣安怎做咧？伊是規節，你免多攞個出嚟咋，但係伊是規節啦，好啲，你早早記起。แล้ว伊就 start 講 OK，伊就要 check 伊 zone 咧嚇，點，嚇，伊嚟 check 伊 zone 講個路伊別播，嗱伊就點 ，every 點就是一個 follicle 被 plant 入去嘅坑嚟，所以就點咯，伊成話你到了你頭位啊 ，OK， 這邊是別播嘅，แล้ว伊有你後背。就是你頭後尾lower part 啦，迄邊是冇咁濟嘛。伊總之伊咬你健康嘅頭毛，喙較粗嘅。OK，咱特別咬一個 area 嚇，你就抹咯，一個 area 是我被咬出來咯，樣有酸嘅就，到底要挑多濟，甲要行多濟，本來是伊啲邊酸嘅，然過後伊就 start 了。伊點好，話好嘅了啦嗬，伊就到了你頭嘅皮嘅位，就你拍目針。嚇你是，我看你 video 是，我感覺是第恐怖、第驚嘅步勢勢。所以拍目針哦，伊只大機就，伊就要拍落佢哋頭嘛。所以伊就是直嘟 between 你頭嘅皮邊，伊。尖嘟這邊一拍埋藥，然後嗰隻嘟這邊嗰隻拍埋藥，你拍好，你佢哋頭就實整啊，因為你白藥最多了你 scalp 嘅位嘛。喲，會整個啊？你個倒落去，係啦，因為 imagine 你拍你係 liquid 到了你邊嘅位，你就係整嘅嘛。成個水整，成個 water retention 嘅話咯。然後你就倒去變成啦，伊就 start 跳。healthy 嘅頭毛出來，我看過伊跳嘅是唔是？伊成個係咧 apple core， 你知人 core 咧 apple 嘅物件咧，看咧，伊成一坑一坑嘅嗬，伊下伊啲毛穿過伊嘅坑，然後伊嘅坑一頭 slice 去參伊嘅，到啲對到你嘅頭毛甲落去伊嘅 hair follicle， 伊 cultivate， 伊所種成個你。要去栽種嗬，你要刷你頭栽種嘅後尾嗬，你去愛佢啲參根啊，呢佢啲嘅嘢起來，嚇。你看上家你硬講啊，你硬講啊，你一坑你頭毛啊，但係有影是安尼，對，芭比多，啊對，แล้ว特別伊若生過了嘅時啊，伊看了真正 natural 嘅，我捌看過咧人做過嘅本，哦，就怪 miraculous 本嗬，that 伊你會使寫 transplant from 你後尾會使夾去頭整嘅仔咧，伊捌過，你我未記講伊特別拍坑，tedious 真係painful嘅，我感覺啦。真聽，特別你是感覺，你看 painful 是你無每你嘅 brother 咯。你未聽嗎？特別我講感覺答你睇喎，我感覺伊係太死人。我感覺伊答啦，伊感覺答啦。我看到迄個人嘅時啊，我是感覺安尼聽嘅 process， 你本安怎嚟去做？我心裡想啊。我咁玩博達 and 伊博達，我本感覺伊 handsome 啦。特別我感覺伊做了嘅時啊，安尼幾年啦，我捌迄個人嘅當今是20幾年啦。Actually 啊，我當今我去看伊頭毛，我看袂出講伊有 transplant 喎，有影看袂出，伊甲會 natural 呢 ，and 伊頭毛佫真水。I mean of course 看袂出嘅，因為是你家己嘅頭毛嚟嘛，伊當初是綁啲後尾仔去頭整了嘛。OK，特別我是啊。伊成個 baby doll 係一粒，我看袂出伊一粒，對，伊就會生過啊。但若是當今人梅話，我感覺啊，因為一聽，但係20幾年哦，伊頭毛關係水喎。
and it gray tapi 是 冇 啊， guarantee ，gray 嘅較好嚇。是อย่าง natural， it gray 有影是 it regrowth 㗎了啊 ，because 伊做嘅是啊，伊頭毛是黑色嘅嘛，然後伊是大波嚟啦，然後伊當今伊做咧是啊，伊 gray 咧是啊，伊本就 natural and 伊是達到甲 crooked 嘅，有影看是啊，甲會 natural 讓我想袂到就 because 伊做嘅是我心啲想啦，唔知會成功未成功，我安尼聽，我安尼坐累。特別伊甲我講嘛，伊講幫幫去 try， 特別我感覺安尼10年啦，20幾年 ，I think maybe agak 20年啦，我感覺得咯，若是人問我啦，你古早問我感覺我係20年來唔知伊個 technology 個 improve 過，我感覺到，唔知有較便宜去哦。improve 啊 ，because 迄個人我看到嘅是，唔知是19年咯，唔知是2002還是2003伊去做。了嗬，你特別用頭嘅毛，該使知呢？你使夾你卡，別卡毛無相，你夾啲嘅毛，夾啲毛咪是小啲，未，你特別頭個頭，嚇，有 feel experience 大了我係硬嘅 auntie 嘅位，嚇，安怎講啊？嚇，講，因為嗱，我迄陣時是我翁嘅個，我翁嘅哥啦，我翁嘅 auntie 啦，參伊媽啦，養貴手，因為我講去咁樣做咧，去伊斯坦布特去做是第一班機嘅，第一班機嘅，第一班機本第一隻人去邊做，因為嗰邊第一隻人落毛嘅嘛，所以第一隻人去做，所以養啲嘅咯，看，了一個查某咧，伊嘅目白毛做甲了真係水，了我翁嘅 auntie 就講，哇，伊做緊係水吼，我本來去做，所以伊就因為咧伊就去做 implant 伊嘅，這是 transplant 嘅啦，伊唔是成個講你唔是你多 microblading 唔是啊，即是去摘毛。唔是 microblading 嚇，去摘毛，因為我嘅翁嘅故事要去摘伊頭嘛，所以讓白白去，讓 auntie 去做順便去 shopping 樣，做甲去伊斯坦布 shopping 嘅，然後伊就去做，伊就講 OK 啦，因為白白毛是 minor 嘅嘢嘛，所以伊就要伊去做咯，伊特別伊就是用上咯，用綠頭毛。แล้วปั้นในถามอI mean from ในถามอเป็นใจคือเลยใบหมอเลยแต่ที่เลือดถามอมันสินุยสุนใจคือเลยใบหมอไก่ซุยใช่ไหม冇錯呢時ถามอสิคิวแม็กกี้มี錯แล้ว imagine ใจคือเลยใบหมอ係สิเป็นอะไร咧所以一出來嘅時候錯我哋笑到要死啦因為伊頭毛是翹嘅個菜嘛，所以變咗伊白毛亂聲，伊無做了上來一個 direction。自白毛，自白毛。伊變咗伊特特禮拜吼，伊就要去 salon 去互人翹伊白毛翹緊，所以阿無吼，伊很長啊，一生出來哦，就是亂聲。就係你白筆嘅白毛。I see，特別。特別如果別使講，如果別使夾白毛嚟 transform，而家你個撩起，你白毛就撩起嘛。你就冇教啦嘛，按怎去變個價值咧？所以 only option 就是你頭毛咯。這裡是叫愛水賣命啊！這裡。我就講笑啦，我老婆子今時今日啦，特登揾講啦，伊就講啊，哇，伊就講啊，這是一次人做過第failure beauty surgery 你 undo 啊嘛咱而家就淡薄時，咱會講剃毛、拔毛，當今個要摘毛，咱是為咗身軀嘅毛咧做隻物件。喂 ，OK， 咁我講身軀，咱講到身軀嘅毛啊，魚仔咧，魚仔嘅毛。我捌看過魚仔毛啊！我講我隻魚嘅魚仔有毛。老人有嘅啊，甲你講。老人有魚仔有毛嘅啊。古早有古一個人。古早咩人？有係咧，我古早一做工嘅manager 啦，伊是新嘅，新是放假哩嚇，人冇成日成個睫毛嘅嘛，哇！伊魚仔嘅毛啊！實質你都看到，I mean 伊毋是粗啦，大魚仔伊無粗誒，
伊是油诶，特别你看到成個Maggi 麵，阮 QQ 阮撮一撮阮出來，人是無關我係呢，感覺你有個感覺你，人是無關係呢。其實我無關這係，濟人吼，你看到這濟無相所在位人，伊個毛是真白誒。像even though 伊個手啊，你看到伊手一邊嗰了骹，嗰了我 I mean of course 我紅是紅毛，所以伊個手本是有毛，特別伊只是個動我手嘅咋。伊講你個手個骨呢，所以幫人哋伊個見到被幫到伊個雞皮，伊幫條毛呢嘛。伊只隻啊，伊個伊成夾筆啊呢 chest 掉，伊 chest 冇毛，後尾個隻冇毛。But I don't mind 啦，I don't mind 啦。特別伊個手啊，阿種伊個手是 QQ 嘅，還是很順嘅 ？QQ，因為阿毛有兩種嘅咋，樣手有毛，有嘅是順嘅，反正一條爾，了有嘅是 QQ 嘅。I think 是 QQ 嘅 fluffy 嘅，你特別麵反正。特別伊無 Maggi 麵咧 Q 啦，特別伊是 Q 毛咯，所以伊鬆鬆，伊唔是講白白骨骨。fluffy 嘅啦。fluffy 掉，然後伊 fluffy 啊，然後特別伊個頭毛色是真正淺嘅嘛，伊頂到嘅時就淺咗呢一個白毛嘛，所以伊當見伊個手啊，你看到伊手嘅伊身軀都是看是成個無咪看到毛，因為伊頭毛伊毛淺咋，唔是伊無毛咋。所以你會幫到是會幫到，特別伊毛是淺淺，伊袂使講有人食毛個黑後，你對看到較少。你幫梅魯啦，還是講伊去山頂啊，伊去拍嗰隻烏絲，伊毛是唔是會變金色咧，變成 stand up 去？哎呀，唔知啊，伊無咪去等，伊真正搞。你看你嘛？所以我是唔知我捌伊嘅時期嗬，伊都無咪去等呢，因為伊皮膚只白，所以伊只去日頭呢嗬，伊對本呢伊袂等呢就，所以我較就是 avoid 日頭啦，我本無咪suka日頭，嚇，我本是無咪suka日頭，了只只有咧，阿冇想講我嘅孫仔會驚個了嗬，伊人去 swimming pool 下面個了是清燈出位咋 ，because 像只白有知哦。แล้ว拍掉啊！伊會配紅，伊被拍折掉，嚇，掉喂，伊想喂啱啱拍折落，啊想伊坐啲 terrace 啉咖啡，反攞點點咯，解啊，當然係成變 lobster 啦。哎呦，我人嚇掉 lobster 嘅。迄種會變甜嘅嗬，喂上喂夜過，แล้วก็ว่ากุนาเลยก็ยังสิแป้งกับออยล่ะแต่พี่ยังสิบางพักกับออยอ่ะยังมอยแป้งกินสักทีรู้ใจเราต้องควายยังชิวสิอีชิวสิอีชิวสิดักเขาแล้วจะอีมอจะแป้งบลิชกิน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ยังชิวกับยังสนกู阿莫包嘅毛就是安尼款咯，阿莫包嘅毛是紅色啦，伊毛是紅色，特別伊拍日頭咧就變金色去啊。應該是伊毛面是變金啦，是伊變個黑咧，你該看到伊毛色。無伊 bleach， 伊 color bleach 去嚇，就伊頭毛冇是安尼款。伊 discolor 去，伊 pigment 嚇變較淺去着。伊變較淺去，伊是 dirty blonde 啦。特別若是伊拍日頭咧，是伊就變like 真正 blonde。特別若是講無拍日頭，是 dirty blonde 是安尼款咯。你人捌看？頂到嘅時我當見拍照，而且我無閒啊當見，即我唔知我洗手就結束。你在攞knuckle啊，頂到我knuckle嘅頂面啊有毛，但係無去喎。誒，啊是我骹嘅位，有彎斑嘅是我斑嘅，哈，你在knuckle嘅你手打波應該有嘅，你我即個前棍老姐，你 knuckle 嘅頂面。I mean, okay, knuckle 是頭路啊。你 knuckle 即個搭，即個是 knuckle 啦，即個乜是 knuckle 啦？頂面嘅，即個 joint 嘅是。講係廿哩會歪嘅，係廿哩會歪，但頂面咧。我就係會啦。超 good。冇。你內乜是 knuckle 啦？即個是頂面漸正人嘅位，頂面嘅底嘛。你正人是乜是你邊內位哦？Between 這邊是knuckle，這邊是knuckle。我去 Google。But anyway，between 這個兩隻啦，這邊嘅是有人有毛嘅。
了煮食嘅時，往時下火下掉嘅時，火起來時會燒你味到啥臭味咧，就是燒到你手嘅毛嘅。諗捌拄過呢？免是講火本來 actually sometimes heat。有冇冇老闆？我是唔捌啦。老直，我都唔捌。我是唔捌。So OK，go another thing 就是燒啷直接捌燒成個頭毛啊，上面條燒過，然後味過啲毛條燒嘅味哦。唔捌味過毛條燒嘅味啊，啷？我捌。你安怎？臭灰大嘅味道。我是無小心想喺你整家啊，แล้ว你頭毛喺閃過時，一條燒咧嗬，แล้ว你冇成條，suddenly swing 起來，翹起來，แล้ว臭灰大真係臭嘅，我唔知咩事。對，臭灰大嘅味。แล้ว無話，佢一撮就俾。伊袂會盡量教trim 掉，無一邊翹起來，就好笑。伊成伊成個，你成個人誒咱你叫當薰，然後你家去煎咧。拍古嘅人電頭毛嘛是要掉燒咯，伊頭毛。John 頭毛，你講佢可以合起來嗬，條燒嗬，有嘢。如果上我古早做，佢特別有啲嘅上班做嘅嘛。所以有一叫 amigo 啊 ，Mexican 人就 ，Mexican 就睫毛啊嘛。嗬，伊 shoulder 頭，伊係你成個講伊 elbow 起去嗬有毛嘅啫。伊手，但伊，I mean，伊 wrist 伊搞個伊 elbow 呀，後邊冇咪毛。因為一啲下就 dry 數。佢大家做 show 嘛，咁你會嘣起來。對，所以搞得笑搞得起。伊有講過嘅，伊是該笑嘅了去。迄個clubhouse juice 叫咩名嚇？別胖講伊 hair dryer 燒伊毛。哦，安尼我捌味過啊 ，because 我臭味。對。臭會大味你看到？我捌著過咧。OK， 來。hair salon 冇味道嘅啦。是啊。所以我會講卡毛 ，waxing 卡毛嚟博咁啲嚟講者，伊嘅 process 係安怎？我唔係 wax 過。你去 salon 啊？你去 salon 啊？伊係伊 warm up 出嚟物件，像 wax 叫咩？你就俾辣。OK，แล้ว伊唔知係青色嘅。伊唔是用藤嘅咩？แล้ว係伊唔是用藤嘅咩？辣叫 sugaring，就你種辣。哦。honey wax，但係唔是。你是叫 sugaring 掉。有為是依種 sugaring 佢成日做薄乾嘅，你知一時佢磨薄乾嗰個磨。問下你叫呢度，講個磨，講個字啊。OK， แล้ว OK， 所以แล้วรู้是用辣啦，แล้วรู้特別安怎 treat， 你特別成消毒啊咪，我感覺到嚇，特別長益嘅啥咪，特別 消毒嘅咩？寫是冇啊。所以你安看自己冇使個你長益，還是切 alcohol wipe 咩冇呀？冇。因為是冇 alcohol wipe，有 alcohol wipe。especially 都是做 private part 咧，特別佢伊敢若用像一個 normal baby wipe 嗬，wipe 掉像 maybe 有淡薄垃圾安反呢？我唔知，I mean 話。maybe 是要做下伊。maybe 做下清氣，所以伊 wax 個會adhere 掉，可能有可能是，伊唔是講消毒啦。會掉，伊是切成咁講，你body 身軀有油啊，係咪？所以伊辣未掉，所以伊個你切可以清，可以油走嘅了咧，是就下辣。所以下辣咧，我會記，因下一支嘅 ice cream 嘅 stick 喺度咧嚇。叫一支茶，成個你 ice cream 嘅茶咧。你有為是伊嘅嗰個只是嘅，你有為是。伊是唔是個 one 一個 direction 嘅？一個 direction。我冇咩記哦，冇做嗰時都冇去看，我隻股冇做啊！我實講你做嗰時平常時冇去看。伊是變看你毛誒 direction。看伊冇
一個咧，一對你摸嘅 direction 是無關嘅，你摸嘅 direction 是 based on 伊要貼嘅，哦，要貼到這有裡，關係呢。所以伊要伊要貼，貼嘅 direction，所以你一掃去，一掃去，迄個要貼嘅 direction 係是唔是？所以你使講你掃卡落去你才知。我知 ，because 我朋友是做安尼款嚟講。哈。伊別講嘅是，你摸若是講是生安尼款啊，即個是你頭，即是你深深嘅摸咧，你貼嘅是你特別貼安尼款，你若是貼安尼款，你真痛。哦。伊because 我去甲伊鬥做工，伊叫伊愛教我做，我甲伊講我毋敢做安尼，我甲你收錢，我甲你聽電話，但係我毋敢貼。伊有甲我講過，伊講若是講你嘅 roots 或者邊摸，你特別 tear away from the roots。哦，所以伊毋是特別 against the direction，伊特別順你嘅摸生 direction。哦。摸了較袂痛，若是你。哦 ，actually 我頭腦是想講是 against。啊，只痛伊講。哦。我冇想講是 against，但係我袂記啊，只句。So OK，所以講 normally 咱嘅卡 direction 是咱嘅卡摸 direction 是到底咱嘅knee set 落去咱嘅卡仔嘅嘛，對。Usually 嘅 direction 是到底 knee set 落去托卡嘛，所以你要撥還是你特別撥 from same direction 咯，到底 knee 落去你手對仔嘅，แล้ว after that 你過了是，伊想是。咩係地抓啊？什麼？一個布，一個布，嚇！以前有一個一個 bandage 款嘅布，嚇！แล้ว伊就是甲我講，伊講你下你 wax 咗嗬，你下你布時，你用你手，伊講 before 你下你 wax 嘅時，若是你消毒嘅時啊，伊嘛是上個係咪講？伊先有一個 baby wipe 咁樣做嘅咯，你用你 baby wipe 對了衣膜咁行，對了衣膜行一個 same direction 啦。แล้วลูกแห่เลย wax สิลูกปุ่นตัวเดียว same direction แล้วลูกแห่เลยปอยสิลูกปุ่นอย่าเลยลูกแหลมเลยปอยแล้วลูกตัวเบ็ดยองเลยชิวมัน掃咯，哈แล้วอย่างจะเลย direction and then ลูกกันเลยหลังกล้องว่าแล้วลูกหันเถีย哦，distract อีหลังอ่ะJohn 佢哋ปอ咧是 on certain wax เนี่ยแล้วก็是 soft wax mea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นะsoft wax 是近嚟 wax 貼喺佢哋 wax 啊。directly 貼 from 佢哋 wax 佢哋 wax itself 嗬。哦，嚇！對，我捌看過，對，你伊個 wax 係變做只潤氣嘅，是唔是？對嚇。哦，แล้วรู้做呢 ？sugaring 面係薄本呢。幫咁啲รู้做呢？我是做 sugaring 嘅 ，sugaring 是面用薄。sugaring 是貼伊個 caramel，貼伊個 sugar。伊個 sugar 啦。所以佢說 sugar 變做成個潤潤定定嘅呢啦。伊變成 taffy。sugar 伊個 taffy 呀。哦，你知啊？比嗬 sugaring 加比加 wax，你會使接會使。冇摸過啦，你咪想有摸點先啦。所以是只是用糖嚟煮嘅嚇。而家是煮嘅嘛，糖啦 lemon，some lemon 咁樣嘅，煮 with the juice something like that，我未記啊。我唔知講過 recipe。And then basically sugaring 是較好過 wax 咧 ，because wax tends to tear off some of your skin。哦。sugaring 是未。哦 ，sugaring 伊袂貼到你，袂傷到你皮。伊袂 tear off the skin。哦，I see。OK，แล้วโปรแกรมที่你做嘅是 wax 是 sugar？ 應該是 wax 嚟。แล้ว你嘅本是無係抓啦，無係薄啦，你嘅是規地伊 wax 貼出來。無，規地。哦。OK。真正快嘅 ，actually 人做啊。一下呢無夠。5 minutes， 前2秒嘅呢，5 minutes 下就做了誒。我家這是講我去做咧係，我是做卡咯，搬機卡，然後是我做搬機卡，哦，你是講 above 你 knee 冇啦？嚇 above knee 冇，然後是after that 我做成個 pluck eyebrow 啊。但係我是用 wax 嘅啦。eyebrow 是用 wax 啊，是啊。冇啊，冇啊，頂面是 trading 嘅是用線。我冇做過 trading，特別，但係你是成個印度人做嘅，你是地畫皮嘅，伊成個用你線嘅加落去。我媽曉做就我媽聽到，我媽教我 actually 會曉本嘅。
你嘅線啊， trading 是嘢法，แล้ว你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นี่ยว่าจะอันนั้นเนี่ยแล้วอันนั้นคุยคำไม่อีสังกุนอีส่วนเจ้าตัวนี้หมออีสิสังกับบันที่ไหนเขาเนี่ย其實我細咩變做咧咩 epilepsy，但係我講咩 epilator epilator 要做 trading 嘛 trading 嘅 epilator 差唔多像哦。都冇 skill 嘅。其實像啦，特別epilator 是用咩？用啦。trading 係錘嘅打咧，外面佢超下。都就佢曉驗。特別好，我媽教我做 trading 嘅時是叫由手做，你唔叫用錘嘅喎。我在我對 small 嚟看到，聽咗隻貓做 trading 嘅人，喺呢度捌看過。係用個手一邊咧加了伊線啦，正咧I think 佢哋較快啦。我媽教我是做隻 loop 啊 ，loop 滾啊，你一邊你家裡咧開冚咧，咧開，然後一邊開一對成隻來隻去，然後呢，我媽是有家己做啦。我唔知捌係咪毛，未必是手係嘛？冇，古早人是嗰啲 track 佢裏邊毛，所以邊是毛啊嘛，所以你冇 track 啊嗬，呢邊較暗嘅啫喎，較沉嘅啫喎。哦，because 是暗ਹਨ，係就冇安尼遮毛啊。所以看一個白。啊，那一邊actually 我邊一邊冇毛嘅，一邊我嘅，我係接要嘅。下邊有毛嘅，同時我看到西邊嘅事啊。哦，我係 trading epilator 係嘅咧，你看這個看一個技巧。Actually, trading is a form of epilating because epilating 是一 Q 一出來嘛，trading 就是嘛 ，because 一 trading 是一人嘅邊嘅毛是正油，所以用 trading 嘅是一家別安尼上着嚟配。哦。That's why 若是講你去用 eyebrow 啊，你起嚟放嘅啊，伊就是用 wax 咯；你起嚟貴嘅啊，伊就是用 trading 嘅。哦。我朋友做兩項，so that's why 伊講，若是講迄個人來時啊，你會 upsell 嘅嘛，你 upsell 啲 trading 樣嘛是較貴咯，but actually it's better for your skin 啊。特別你若是講愛放嘅啊，伊本嚟甲你做，伊用 wax 咯。伊都是做安尼生理嘅嘛。我要再過一個Brazilian waxing。Brazilian 你是唔是講到底你是去 Brazilian 有留嘅毛還是薄嘅毛？係咪？嚇，冇留。干料啦。冇留嘅，清嘅料。料 Q 嘅料。Brazilian 是清嘅料。嗱講你去做。薄 waxing 嚇，薄 waxing 我最少就咪叫做薄 waxing。有咩？有 shape 啊？有通做 shape 本嘅嚇。哦，你想做啲花是只 heart shape 入面咧？冇，嗰隻是 heart shape 咩？哦，嗰隻是 heart shape 咩？你講我咪 complex 嘅，我準備做只咁大係嘛？所以Brazilian 生肖嚟㗎。所以 Brazilian waxing 咧，伊就有幾種，一個就叫 basic 就是清氣嘅料。clean 嘅料冇毛。แล้วin between 就是講如果留呢度是 trim 邊啊啦咯，所以中午個留個。三角形。แล้ว有 butterfly 咯。哦 ，butterfly 係咩意思？所以แล้ว個butterfly 我唔捌做過啊。description 就是 the first is neatly trimmed at the front. The butterfly will only have the labia and the butt cleavage wax。就是講後尾呢。頭前是 trim，冇 wax，然後底個卡穿嗰邊咧就 wax 喺前期㗎啦。OK。Hollywood 就是一個 S 嘅，然後個 Playboy 啦。哇！呢節目上嘅啦，對，打波嘛是有唔是啊？打波，你做應該就是做 basic 嘅，特別真係打波冇去做，因為要嘅咁危險，因為上個講你波嗰邊，
Q 到你嘅bot 邊做 waxing 嗬 ，actually Q 的 sperm in between 嘅嘛。你是講 Q 的 sperm 呀？係啦，我看你見。你guy 你伊樣嘛是做 Brazilian，伊 scrotum 甲你甲踢個了，卡穿，scrotum 伊 wax，還有 waxing，伊個了 wax 個了，卡穿後尾冇 wax 個了。等我看Jessica Butterfly，這唔是，這是伊個人嘅名。我是要吹看，我冇想 types of Brazilian wax。嚇！我send 好咯，等陣我俾我 send 你，我打另外一個電話喂。呢個就正嘅 chat 嚟 ，Clubhouse 嘅 chat 嚟 ，Clubhouse 嘅 chat 邊。嚇！等陣我開。等我 check 看隻相。How to do description 呀？呢個叫 Manzilian 喎 ，Manzilian wax 啊。呢個直接叫做 Manzilian wax。咁咩是打波啊？打波誒。Oh, is it weird if a guy have Brazilian wax?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male? No, it's not weird. Oh, tapi我要看伊 pattern 是安怎？Brazilian 但咩是無個了啦。然後頭先你講 butterfly 是卡穿冇 wax 我 send 下你 link 過了 group chat 位啊，一個 chat room 嘅 chat 位。OK，我 copy。OK。伊無相應特別有 description 好咯。誒，即係馬來西亞啊 ，ringgit 誒。對啊，我去嘅店係嘛？哦。我到馬來西亞時我去。你32塊呢？未辦機啊？啊，未貴啊？ This is the most conservative Brazilian. Fuzz is neatly trimmed and the small sides of the beginning line are wax. Okay. 聽，你啷做嘅是聽？我吹到小音樂，叫啊！我被再講伊 shape 現在。First time 做是會驚咯，但伊學你藍精藍咯。你有人講哦？學你藍精藍咯。無啦，話你無呢聽啦。伊也是一個 professional 做好，你也是無呢聽。你頭一道你會驚，你夾夾聽呢？講嘅啦，大波未必，我大波唔知啦。我大擺是看咧，我知道大波講。我大擺是看咧 video 啊 ，because 大波係摸較濟數嗬，較聽。OK，等陣嚟看。And then 我 send 下你 link 啊，我看啊。如果是 scroll down GP 你是有看到伊個質咧。嚇，OK，我看到嚇，咧。Brazilian 啊。哦。OK Brazil。我唔知講你。Brazilian 是覺得嗰隻 Brazilian with the triangle 就是 arrow point down 嘅，就是迄個。This is a Brazilian but leaving a triangle on top. Any shape can be left just as 即係而家是要做水做石呢啦。阿 John， 對啊，有一個 shape 啊。冇喎，冇 butterfly 喎。啊，爬身。特別 butterfly， I think 是 butterfly 是卡穿，唔是頭前。卡穿呢？頭前 trim 呀，頭前無wax 嘅。OK。卡穿 actually 卡穿咧隻，咱就別講個卡穿是其實是得咯。卡穿是你嘅卡穿坑，還是卡穿皮？我卡穿坑嘅位。我卡穿坑有毛嘅嘛？actually 我只少看到我自己卡穿坑。我捌夾過鏡看過，我夾過鏡啥物？你在往時你會聽到成鼻水啊！你吹佢哋卡吹皮成鼻水時啊，然後你就要打 plaster 啊咩時候，你就要夾鏡去照嘅咯。你捌看過？你看呢？出來啊！你話是去做 Brazilian wax 嘅話嚇，你做副嘅咧，你做頭前了過後，伊叫你冰過去嘅。
做得伊會做話你卡出嚟咯，一定會去啦嗬，你叫你卡壓起來咯，等伊就做你話你卡出嚟會刷刷，他你是天賦嘅白，講白做你頭整。你別都問隻手把佢就洗出來嘅啦，都做關事啊就。你係 request 係 numbing cream 嘅，其實講OK， 你係考慮係 numbing cream。所以是而家真係卡住，我卡沙掉你卡吹坑嘅，一把一配呢薄呢，我一翹起來時，因為佢哋配起來咩嚇？所以有 technique 嘅咯，一 stretch 嘅。係啦 wax 又要係 stretch 啲 skin 嘅。我是話沙就冇見咯，阿邊配呢等到嘅。哇！卡吹皮卡吹，而且我是冇卡吹毛啦。是講我喺你卡吹坑嗰邊都是有毛嘅，喺你我話曬解哦，喺你我話曬條。你講卡吹坑有毛？對埋馬來西亞是。唔係，我免。咁啱咯，伊無話 sugaring 教你卡吹坑嘅啦。你是講？伊無話教你卡吹坑嘅。你是 just next to 你卡吹坑嘅。你是講你 number 2嘅坑喲？係啦，冇打落去坑，卡吹是打落個 number 3咩？卡吹。You mean 你卡吹嘅坑有毛嘅咩？我靠 ，is surrounding 你 rose 你卡吹坑嘅 rose 粒，特別個出去 is 我靠伊花灰啊。哦，伊龍膠啊邊。嚇，龍膠邊是 actually 是 inside 到對你卡吹。皮南邊壓掉嘅是南邊 ，because 咱嘅身軀伊是壓掉嘅，但是伊無毛嚟講，你會拔掉皮嘛？OK。所以伊毛是成個好 lubricate 嘅嚇呢。แล้ว所以變做成個咱個掉毛就是安尼款啦 ，because 咱係合併嘅 joint 叮當嘅數嘛。你若是講無毛嚟講，你皮拔皮，伊咪是摩擦咯。對。掉聽我夾啦，係啦，我阿沙卡吹喺邊條，嗰下面物件個啷仔，佢都未去 wax 毛，佢實得落毛有毛身軀嘅毛，都冇講掉過。卡在哩，我係卡在哩講，係咪？皮康掉。皮康毛，咁樣人有皮康毛。嚇，皮康毛 trim 我冇 trim 咪講我白，我直直成啊，伊annoy我，叮當，我不留皮嘅我皮康。就是講皮康毛嘅，係嘛？其實都有人有 wax 嘅，哇！對，有 wax，特別我有一個 trimmer 啦，我嘅 trimmer 是成一支嘅，成啊固話呢，特別伊未動到，伊開是呢，你是嘅呢掃，你未刮到皮啦。我有，我係條人啊，是唔是？我係條人，我係father-in-law。你條人對。伊嘛是真濟，你皮夾毛係聽來咯。你係係咪糊？唔知咩糊？意思唔關。對唔關。條人是你翁叫你爸是條人。แล้วอีกวิจิแล้วไก่ก้องไว้สิมาสิ成隻坎坷咯。你哋看到啲毛曬出嚟後，拖出嚟。แล้วรู้ใจแล้วเหล่าหลังอ่ะรู้คริสต์มาสสิจะขังคอเบ้ present มา because เหล่าหลังเขามีพวกละแล้วจะเกี่ยวกับหมอเปาเบ้ให้เลย trimmer แล้วหมอเปาแต่เบ้หออีแล้วรู้ใจมีอยู่อีกก้องหากำเสียนคนละแล้วแม่นี้สิอ่ะอีเบกี้อ่ะอีก็สั่งหอเลยหมอเปาตัวนี้นี่พอหมอเปารู้ใจอ๋อแล้วสิอีก้องแล้วอีกับหมอเปาก้อง because อีสิเหล่าหลังอ่ะ I think อีเบกี้ละอีกับหมอเปาอีก้อง伊講即個somebody 可以，伊唔知係咪，特別伊感覺伊無需要，伊講無嘢去用。我心裡想講，阿莫包你可以是你無解講，你叫伊用咧。阿莫包講無，然後最後所變阿莫包用咗。家己買家己，靠一包咧包個好多都。流啊嘛，我計講你大浪，你本是流啊，咪先係實用嘅。因為就流人就包好，你流嘅時啊。皮康嘅毛唔較長，白毛曬長嘅啊，แล้ว拖嚇騎咧，即係吉利嚟啊，吉利就昆車係啊 ，Good morning。我點講就成箍毛嘅事。
有人講過頭先迄個咩啊？迄個咩啊 ？Brazilian wax。嚇，有嚇，你捌做過哦？我有做過。你參加吹哦？參啦，absolutely bald。嚇嚇，貴個啦，冇貴個啦。貴個。頭前後尾。頭前後尾到了本是，我有一個 complication 呢。嚇，係咪數？唔知做蝦米好，一邊生奶奶嗰種。Oh my god！喲，到底得累生奶奶，卡穿嘅是薄薄嘅。大啲number one 嘅坑喺度啊。哦，啊對。邊啊。哦。邊啊喺度。係咪？你使講你講咩 ？That is why the Brazil. That is why. If 你做 Brazilian wax 咧，你好似用 sugaring，because wax 一貼落皮嘅，and then 你要 expose 掉哦。伊只家一個穩了 bacteria 會接，伊只家一個坑。哦，所以人就要做 Brazilian 嘅，人幹嘛用 sugar 咪用 wax？ Yes， 你都按我 ingrown hair 會 cause infection 嚟咯。sugar 是 natural 物件嘛 ，and then wax 是 chemical 啊嘛。Geli 了 and then after that？ then later on 我 found out 啦，我是有 actually 我有 inflammation 你知道，我唔知點講發紅發紅啊，我想啊，這個 inflammation 啊，做這個物件好較慘。Because 我 after that 我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嘛，所以我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我想個inflammation 啊，較少去，所以迄個物件我家己好。哦。迄物件家己好 ，and then 佫無發紅，佫再一擺了。哦。所以當今你個啲 intermittent fasting 嘅啦，你。我有，that's why after 我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啦，我 inflammation 去迄度到了無去完全無去。所以即句but 我即句若是袂使講 I try 講 sugar， 我都無捌聽過，所以即句我做咯。我咪做迄個啦，我咪做迄個 Brazilian wax 啦。哦。然後你若是做 Brazilian wax 嘅人，較濟是。咪毛了，你咪是你成日你有個啲毛？有啊，我真濟毛嘅。哦，你有斑呢，還是你可以生 trim 啊？我可以生，我是講愛穿 swimsuit 嘅時啊，是講愛穿 bikini 咁樣你看下。哦，我得做安尼款嘅。所以你個技能無快啲，你都無插啦，你都無插。所以你個啲本無斑呢？有啊，我用 epilator。哦 ，OK， 但我個 old 掉呢，哦，所以用 epilator。第一刀嘅時候，痛個半死。嚇！after that 做真濟擺咯，未啦殺掉咯。哦 ，OK， 你有人用 epilator 到底你嘅薄薄邊樣，所以你會剃你毛。哦，我你別使嚇。They are John and C. 哎呦。OK。Tapi 唔是講我落架去薄薄誒南邊啦，啊你是嗰啲頂薄薄頂面下邊個沙格嘅。未啊，你真聽嚇。Bikini line 冇未。哦，未使係是真聽。未使用。冇 advice 咯，一下俾冇 advice。你好多時用卡毛呢嚇，卡毛加個碟毛呢，你好多用。少。超毛。個碟毛你得 stretch， 個碟毛嗬，你個碟 stretch 你個碟配。你 stretch 你個碟配，冇你冇 stretch 嘢夾掉你把。哦，對，哎呦，我買啊！我聽到我嘅聽。有時會啊，夾掉把，迄時啊。哎呦，咪流血咯！冇，
because epilator 吼，你会伊 engine 不啦，伊power， power， 伊叫啥物啊 power 啊，伊 power 啊，伊 power 無安尼，哦，所以伊毛伊會抽掉，特別伊會皮袂壓掉，哦，會壓掉特別袂幫助伊皮。無啦，伊是講壓掉的時，本無講聽甲安怎啦。特別壓，我要看，我要啷看。straight away switch on 伊 engine 咯，你 straight away 冚伊 engine 咯，然後佫再冚伊 engine。我係你看我頂次時我做我着上吊嘅嚇，我係卡着上吊嘅一個 scar， 唔是 scar， 我係 scab 咯嘛，你看到？哎呦，佫有 scab， 哎呦！我攞三支整呢，哎呦，因為伊個紅呢，特別嚇，伊隻布呢 ，actually 我刷我嘅lawnmower，唔是 lawnmower， 同我講 lawnmower， 唔是 lawnmower， 喂，你啊，你行路叫咩？走嘅你 exercise treadmill 嚇 treadmill。我頂多是落啲位房間嘅位嘛，แล้ว我特啲落音嘅時候，แล้ว就是我會用下一空用，所以我講刷出去啦。แล้ว我到時 assemble 是到啲位房間嘅，即係 studio 嘅 assemble 嘅嘛。แล้ว到我呢大地我咪搞未出咯，所以我就 disassemble 佢嚟頂面嘅 console 係咪？佢掏出來，แล้ว一啲 plastic 啊，伊就下掉，然後我直頭邊嘅冇注意啊，我靠落去，我隻 plastic 乾咗漸嘅靠掉啊！嗬，一句我靠掉時，我個 rasa 冇 rasa 條咋，我 rasa 有靠掉，特別我冇 rasa 嗰陣係 serious， 特別我看到安裝我係你 plastic 個都有白白一條物件，過來時我規地賠起來，你賠，then 就 start 流血咯，流血我特別當然 OK 啦，當然冇停啦，我一頭時我冇講只停是淡薄呢，伊是真正薄，但伊只疼，伊靠咗只疼。特別嘅我唔是做卡嘅 model， 係咯，就是哦，這是我血健皮啊，伊無好個仔無簽，這是我血健皮。OK，若是講我摸嚟講就靠袂掉咯，若是有摸嚟講咪 protect 我咯。當見無摸就靠掉咯。你是狗哩啦咩？伊摸你是。袂保得啊！但我看我嘅手無，而且你話手好，我哪手我手好，我無呢睫毛曉。點解我手係睫毛？你卡斷你骨個，乜都有毛。特別你看我嘅毛就油，所以我是有毛你看袂到咧。And then 嗬，你若是點斑嘅毛，一毛較油嘅喎。冇我零頭毛呢，我把我零頭毛呢，但我每塊零頭毛是啊什垃圾咁 Q 起上嚟看。你講我唔捌 check 下你會馬上背記。你若是唔捌 check，但係是冇咧，你毛你應該係知嘛。我同佢講我規身軀冇咩有毛嘅，所以我冇想到背會有毛嘛。一個得嚟，但係我講皮坑毛咯，魚啊毛人講啊，超。哦，我有一條。一條呢，什麼啥一條呢？一條毛，所以你特擺咕咕板一條啊，係咪？一兩禮拜搬一道 ，because 伊真長哦。真長哦 ，and then。你是到底你喙唇對面？我親下骹。哦，親下啲哦。親下骹。你係接落來有啊是？拉曬到咯。你親嘅位是得咯？啊冇，你是頂咗細漢大漢冇有嘅成咗？自己上較大漢吧你有哦。哦。所以一條呢，所以用對折板咯。你唔是用咧 epilator 啊？無 because 一條呢，所以真正用看，真正用斑咯。特別一條本是冰叫咩啊？疼。哦，哈。疼哦。個包你位人無成條毛嘅位哦，咱身軀嘅毛。得落伊無毛嘅。雞嘅毛。你只有雞。嚇。
有人睫毛袂使斑呢，晓？我捌看睫毛啊，啥毋知危险诶，逐摆睫風水啊，是咩啊？啥物風水？伊人講，有哦，誒人是無斑，應該是伊真正學誒呀，something like that。哦，我想講是咯，我家己吼，哈，你有啊？我家己有好幫嘅，我有一個記嘅，啲面啲正倒手嗰邊是倒手嘛，是倒手嗰邊。我媽但買叫我買班 ，because 伊是一個福，伊人講一個福氣嘅毛來啦。唔真歹看咧，已經像老夫子咧，我感覺。你知我留甲長長嘅時候，你後生嘅時候留甲長長嘅時候，你歹看之後，如果後生嘅個留甲長長，你袂到middle age 然後留甲像老夫子。一條還是幾多條？幾多條？你知老夫子有幾多？你知你邊啊喙會低變有條毛翻啊？有陣時講福氣嘅毛，但是我後生時哦歹看甲死啊！大人都講。所以我特早是用假啦，無吹面咪得冇。哎呀，我是無插笑嘅。哦，你假是。等嘅時候，成時 ，Oh my God，成個老夫子。對。所以你吹咩？當今咩？當今個有聲啊？你少吹面？有啊，個有聲過啊。特別你吹面啊？我咪就咪假嘅啦，我是假嘅。哦，哇哦！OK， 條啲去 trim 伊，特別伊是幾那條啦，毋是一條呢？毋是啊，幾那條嘅。哇！別人一人個有睫毛，有睫毛成隻迄個成個隻 rare， 所以嗰睫毛是紅嘅。人講咩啦？有嘅人成日講啦，要咱家己都唔知。要啊。OK， 咱個小打，咱有講到毛，咱講個了咯，咱身軀嘅毛。講個了頭講啊，一個毛咱無講到人暑假誒，尤其是查某暑假，白毛，唔是你 eyebrow 咋，你 eyelashes 叫咩？白睫毛，嚇白睫毛，是唔是人去打 extension 啊？你白毛啊？哦，白睫毛嚇。白睫毛，嚇，白睫毛，嚇，白睫毛，嚇。誒，白睫毛怪趣味，你知哦？樣嘅果黏，一條黏嘅。Yep。哇！水果啦，水果。是唔是果？唔是果，伊是用咧大椒粉煮。這面有辣㗎你啊！啲大椒粉煮嘅果啊！油糊，呀油糊。油糊，死嘅油糊。伊是一條一條嘅，然後伊是看你愛做愛白嘅啦，愛做加煮嘅咩啦，還是你要做啥 drama 嘅。做 drama 嘛，伊是一撮嘅。哦。drama 是一撮，所以伊一撮 probably 有3條咯，伊是一撮反接起咯。แล้วว่า normally 是做 natural 就是一條到了攞白睫毛，一條咁。伊是做喺較長去嚇，還是較白？伊做喺一條，所以看了較白。特別伊是一條，但是攞白毛是1cm 啊，伊倒互你嘅係一條，本是1cm，還是較長無？無，你睇緊嘅。伊有無相嘅靚嘅，你使緊講，你愛較長、較誇張，還是你愛較低？哦，所以你平時是做上靚啦，是講你做喺白毛較高呢？我是有加減長淡薄，了可以較白呢咯。因為我唔係講，我唔係做講成日講你成日誇張啊！嗬，你是做咩嘅話？你白做上加。冇人曬咪可能。條本啊，咪就係冇人曬水咯。你俾我講未有？在。冇人曬，可能你呢？係按面嘅呢？特別成日
我目睭毛個少，個油，所以伊講講一突條嘅目睭毛，伊們係一條落去啊，是無超過100條嘅咋。所以你做出來，我冇被做成啥，真係人講。你做啦，你拉沙目睭會動哦。我拉沙想目睭想愛困嘅咧。我捌鬥過幾頭埋毛一刀。你去做好嘅啦。你是講用迄種 temporary 佢夾動，是夾動嘅，你感覺較 heavy 嘅。你拉沙想愛困嘅目睭。夾嘅，我一條夾嘅咧。你別拉沙。你用迄種夾嘅咧。你無拉沙掉安尼響，except你講你去做迄種真 drama 真啊搞嘅咧，下嚟你就 feel 會到。伊會當然貴名啦，是唔是？有嘅人做了水，有嘅人做了無水。阿三你講咩？我俾問三舅舅，了你去做一條一條，伊會當然貴名啦，是唔是？幾哪禮拜成個事？當然一哪禮拜咧？一個節。我記講弄四邊嘅事，別使脫入邊，慢落咧。看你安怎過伊咯，看你安過伊咯。你別使四邊嚇，你無應該嘴目睭咯。別使嘴目睭對。別使四邊啊，你別使四。乜四邊啊？四邊嘅事死掉嘛？啊嘛，普及目睭。我無毛誒，我真係熟㗎，你目睭毛，你看我目睭毛，我真正嚴。我無毛誒。你去做啦，女朋友就都有做誒。我無咪毛本誒。我一點看起了，我做出來是有 different 誒。我真堅做，做出來是有 different。你無去買你假來鬥看。講真啊，謝啊。別，我唔敢打，我看真謝啦，特別都是上家三舅舅講上嚟冇人曬，了伊嚟看了我變 natural，即係看係講是假。你我目睭毛係，佢唔是講，我目睭毛，伊個唔是講翹起，我目睭毛是插落嘅，所以你打 extension 時咪是插落嘅咯。嗰啲安尼咪上個冚個燈啊！你一路去看你表面使去做電嘅咯。啊，一個你燈我就你目睭嘛。哦。我呢安尼看 right？伊個物件安尼燈我袂曉。So 我你去 try 看咯，你去馬來西亞使去做，馬來西亞去做即係毛目睭毛 extension。Because 我一個十月我有一個 wedding，maybe 我去做。去做了還看。我想我就驚做 ，because 我無目睭毛，我特看人用迄個 mascara， 我真驚用，特別我一落來我唔免用 ，because 我都無毛。特別會使係 mascara 咩？你係啊時洗時目睭伊毛會落個了去哦。我是聽我看真濟真 YouTube 嘅物件，伊人講若是講伊下了啊，你若是你愛下 mascara 本會，特別若是你愛個 natural 啦，你無下真濟 makeup，你免下 mascara 了嘅。特別你我見啲啊，不是。接 extension 啦，不係 mascara。所以 extension 就免咗啦。就是叫什麼？extension 啦，你係啦 extension，你國家無應該係 mascara，應該你extension 係當行個嘛。對。你目睭迄邊你是盡量咪去做掉，咪去洗掉伊。咪洗，咪去做，啦你用 sponge 安樣去切你目睭安尼款嘢。OK。你去 try 下，你去 try 下。Because 我目睭毛安尼少啊，我起毛嘅時候，我梗係驚講隔了落去，我實在聽到對咯啫。好佳哉伊有生出來就對啊，特別本是上咧幾條毛了咯。但係你唔知是，I think 我係斷掉啊，無夠十個。你去 YouTube 會看啦，樣做嘅嗬，真正，因為上個一條安尼咯。特別話伊工啊，真油啊啦啥，做咩事？應該是真貴嘅，我唔捌做過，應該是貴嘅嗬。路邊多啲迄邊一個正價嘅，差唔多50分鐘。我會記伊個唔是多條嘅是，伊個。喂，做了哈？伊唔知是壓起壓落，我會記伊係一點物件不對你目睭。喲，你愛力啊？你多了，แล้ว伊 lift 伊用啥 Scotch tape 啊？款 lift 起來啊？嗬 ？lift 你白白摸起來啊？嗬？แล้ว一條接起去嘅。你去 YouTube 會看，我捌看過。所以你白白摸。唔是白白毛，目睭毛，係你目睭毛，一 extension，
唔是大了你目睭毛嘅面頂，伊是大了你目睭毛嘅壓地，明唔明啊？你 eyeliner 壓地，唔是你 eyeliner 嘅面頂。所以伊好你嘅目睭毛咯。但係你講係使電嘅，我係咪是目睭毛就跌嘅事，所以使電可以翹去。會使電嘅嚇。Actually 會使用迄個 eyelash curler 淡薄。eyelash curler 是嚇，係你可以壓嘅成一隻。我壓。特別如果是講。你壓伊是單行一下爾嘛？如果是壓過後，你無用 mascara， 是無用 any liquid 嘅時候，伊幾點鐘啦？伊根本是跌到轉來了。如果是講你愛你翹水水 forever， 成日講你成成是真係擦落來，你咪去電咯。電安怎？伊是有水電還是抓 ？lifting 有水啊！喲，我來使目睭只線哦。我甲你講啦，你 secret 啦。你那是愛了一個 eyelash 哦，是成個黏掉你 eyelid 嘅那款嚟就。我知，我看見以前嗰隻 silicone 嘅 cushion 嘅那款咧，成隻尖頭咧，嚇，然後掃去顯那款咧，以前是隻 silicone 嘅那款咧。你 eyelash 咪黏掉你 eyelid 嘅皮定啊咯。你成。唔知係作古，一過後你就透落嚟咯。OK。阿三你講咩？阿面這是把你 secret。呀，那是即係是 secret，但我是 usually 冇跟人講，特別一個嚟接人講啦嚇。咱正幾大人嘅嘛？那是講你有毛嘅啦，你目睭會生毛啦，你去甲你 doctor，甲是你 optometrist 夾一個 prescription， glaucoma 會有水，你跌落去啊，你目睭毛會生啊。較長 and 較雜 ，because 我無毛，我用咧藥水無效。特別那是你會生毛嘅人啊，查某啦，這是 trade secret 嚟。你用 glaucoma 嘅藥水，你 have prescription。glaucoma 係咩啊？glaucoma 就是你目睭有 pressure。你係咧唔知 pressure off 橋可能？我問過啊。แล้วว่า講那是講你無 glaucoma 你無了有係咪 side effect 個？伊人講無 side effect 嘅。所以你點樣樣？伊是生較長，還是生較慢？較粗。長較粗 ，and 較雜。所以有三類好嘅物件咯。會生較長 ，and 伊會較粗啦 ，because usually 真油嘅嘛，伊會較 ，and then 伊較雜。我捌用，我用了無用了，我去問，伊講 because 你都無毛，so all it does that is one of the side effect 啦。特別那是你無 glaucoma 你抹了有講是無伊袂做你目睭歹。你成白毛 times 3啦，你是0 times 3，咪是0啦。and 較長 ，and 伊會較長。OK， 啊！啲人嘅身軀嘅毛頭講到落下底嘅，人講啊。因為我隻面就俾個人講嘅咋。你個未困過啊？請啊！我唔是未困，我是困車。OK， 阿老嚟。我就俾個人講嘅咋。我困嘅陣時啦，我做棒嗰陣，做棒。我棒到咪就，我棒到個件衫啲 island glitz 一隻關出嚟，我就啲驚攞咗。暗暝唔知幾點咪暗數暗暝啦，啲驚。係咯，不超時見咗我 iPhone 就聽到人講 podcast 就講咗啲物件咗。所以人講物件我覺得聽到個咧就，係咯，我是啲棒裏邊咧，我是講嘅物件咗。我俾個人講，你叫做白隻毛咗。我哋講白隻毛，冇人應我咗。我頭夾尾直接講白隻毛咗。白隻毛。對，我直接講白隻毛，我講就提頭咗，但係冇人應我咗。我直接講，就是別，我見到我 live quietly，後來佢就接嚟就對，就是冇人睇到我講白隻毛咗。我頭夾尾講我當劍咯，就是講就白隻毛。是你忘掉，但係你冇只講掉。我激氣啦，我都聽起來咗。咩是白針嘅毛係？白隻。白隻，成個人好白油嘅白隻咩呢？白隻毛就是 eyelashes 嚟，意思係你白隻毛叫做白隻毛，意思另外一個字嚟嘅。白針啊，
接掉嘅接嘅，唔是接掉嘅接，你是係叫做聲。白隻毛本嚟使，anyway 伊是隻啊，係你意咪白隻毛。哦，白隻毛，是白，冇你成個白隻毛啦，特別白隻毛是隔了，不是白隻毛，腦漿就你叫做白白嘛，白白是 eyebrow 係，腦你本是白隻毛係，對，呢面就白白。係，一骨下邊嘅毛。了，OK，so then eyelashes 是叫做白隻毛啊。叫白隻毛。Actually，我就是做網會教啊。教咯，我見到奇怪啦。我是你講就我講阿張冇聽到我講話。我諗猜話。我猜嚟，我死哦！你俾啲困掉就講嚟。對韓國唔是嗰啲係你啊。特別查某人家冇鼻孔毛嘅咩？有啦，咗冇鼻孔毛。特別我講哇，有陣時啊，我係鼻孔毛，有陣時伊聲咧是掉咧，真正堅固咧，我特別走去到咧，嗱啲 office 不是，即走去到咧，我夜夜去扳掉伊嘢啊，唔會流皮，你扳你流皮哦。啊，對。我捌看過當然就先，我個上尾有興趣買就是啊，伊成個就推薦嚟啊，特別伊是圓框，伊成個咧好板出嚟咗，你知伊是，嚇唔係你買過啊？你知伊是咧一轉嘅嘛，一直轉咧一刮咧毛嘛。你隻嘢咧一轉啊，我攞嚟，我冇好咯，未刮，未加啦。我冇好用咯。你冇 feel 到好用是，伊加未對嘅是有可能個無好嘅掛啲啦。伊加無對，伊會加嘅對，特別伊是油嘅加嘅對，到粗嘅加未對。我係粗嘅，我係成日你話嘢你。因為我覺得你最多就係正經事，咪錯。你做一個正經事啊，你唔知吧？比如說你綁住佢裏邊啫，你就壓咧，有可能一揪掉你毛咧，一冇對咗，一揪掉你毛咗。哦，真聽。你壓出來東西啊，哇！喲，流皮，伊做咩數人嘅拍皮坑嘅毛嗬？伊接住個咧白椒嘅，迄個白油合邊嘅，你揪掉白椒。你揪到皮卡毛，你把椒嘅撈去啦，把椒嘅撈白油嘅啊！你有筋啊，有 nerve 啲咩有筋啊？皮康加魚啊，兩邊有嘅嘛？皮康加魚啊，嗱，你看這後面嘅人，我同你講，你所以我皮康就是兩隻爽嘅嘛。對。你唔知咩？人講嗬，上家你知有嘅人嗬，夾攞撥嗬，就係綁佢哋手啊，硬你手啊嘛，無好嘅就攞發別嚟個筆嘅嘢。哦，我只好人攞撥嘅。是啊，攞筆你寫喎嗬。一條嘅，所以伊無幾條手爾嘛，所以伊幾個學生卡掉咗嘛，所以夾，伊有講過嘅。你夾久啦吼，你目睭誒，迄個近視誒，影響到你目睭誒。哦，近視誒，做嚟做深咗。我阿龍，我個小妹妹如果係你白，你阿只 spell TSIAH。TSIAH 啊？哦，白隻毛 ，OK。白隻。一下夾隻阿龍啊，伊是唔是叫 tears lash 啊？direct translation 是講你成個 eye drop 啊嘛，嚟 tears 是唔是白隻是？唔是隻喎，伊是 eyelash 嚟。伊成個夾隻呢，先夾隻。啊，夾隻就白隻毛。夾隻。哦，白隻毛。白隻毛，你就俾寫下。哦，是咩睫毛嘅睫係啊？唔是，睫毛。睫毛。睫毛唔是睫毛。睫毛就。睫毛嘅睫。有眼睫毛。對。所以眼睫毛就是睫嘅意思啦，人拍睫啦。哦。對。白睫毛。袂使講一淡薄，我聽無。伊是，你講迄個腦撥板下面毛，了目睭會無好是嗎？海有嘅手。哦，若是講板有隻老姐就是個板嘅，成個彎嘅，我有板嘅。呀，伊講伊板做板嘅目睭近視嘅都深咯。哦 ，OK。
伊些做的伊目睭會興去哦，毋知影響到目睭會興。OK， 我被小打，因為而家即毛咁就即好講，咪差唔多6點鐘嗰度時。今次即禮拜人誒講家人困了，佢再扯起來啊，到啲 Island Glade 是家人講白隻。做幫佢幫到白隻毛個。對啊，好 dedication 就叫做 dedication。我哋結果咗落位 in why 奇怪啫。我聽嚟死啊！我困住本來。好了，我被教人講你人那是會去，你看，我會去看加工哈，即個伊紅可以加summer嘅加工，好了，那大條吼。因為我羅家樂阿三六三有迄個 T-shirt 了。你聽咧是無買咩？你無 size？ 我無 size 嘛。哦，你咪是買 XL 咯，你拍褲大成 skirt 呢？哦，不能使嘛。誒，如果無攤對嘅話，可嘛對時交過時。哎呦，我23號對到 KL 喎。23號甲到 KL，我21號就對啊。哎呦，慘哦！慘。唔緊啦，你嚟別人除話咯。 No fit， no fit。OK， 感謝各位聽眾即禮拜收聽了感謝我人特別嘉賓羅賓 Google Meet 嘅 Clubhouse 嘅朋友來參與講價，早起5點幾啊，當今哇要6點啊咯，哇！感謝各位讓嘅支持加阿龍報名個群聊，每家人個學緊話白節目，感謝下禮拜。咱過來收聽過別嘅無相嘅話題 ，I think 下禮拜是幾個數？OK， 拜。啲 YouTube 一邊嘅人頂一禮拜無看到 episode 就呢邊嘅訂，แล้วไป訂看訂聽，呢邊外邊嗰邊訂啫，訂看訂聽咧，好有做節目時都訂10正。同啲咯，啲咪俾 T-shirt 成頭媽見你講嘅冇俾 T-shirt 俾 T-shirt 佢嚟掉嚟 size 冇俾有啊，係啦。然後但是講到未俾，但是講俾打我轉去是讓會使教我體會。OK，感謝，拜，請會。